Hello，大家好，咁我係林祖，咁咧就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頻道啦。咁我哋嘅頻道嘅前身咧就係金甲松之路嘅，咁啊大概係2010年嘅時候開始寫啦，寫咗大概10年度啦，就建立咗一個網站嘅，就叫金甲松財經。點解突然之間今年咧又會想整一個頻道咧？其實就因為過去呢5年啦，其實嗰個世界嘅經濟啊、政治啊或者投資市場咧，其實出現咗好多好巨大嘅變化嘅。咁啊，疫情當然就唔使講啦。咁跟住落嚟又發生咗2022年嘅俄烏戰爭啦。咁嚟到而家又有呢個特朗普嘅關稅風暴啊，變化咧係非常之快、非常之急速嘅。好多諗法咧，我覺得如果通過文字去表達嘅話咧，其實唔係好足夠嘅。咁又追開我哋網誌同埋網站嘅網友都知道啦，其實我主要嘅資產咧都係放咗喺實物黃金嗰度。咁所以第一集咧，我哋當然就梗係要講下黃金啦。呢一年黃金個升勢咧係非常之凌厲嘅，升到咧好多人都覺得好難以置信啊。上幾個禮拜金價最高嘅時候咧，一兩要賣到成38,000蚊嘅。咁呢個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即係好難以想像嘅，因為喺過去嗰10年8年啦，其實金價都係萬零蚊，甚至再早期啲嘅即係幾千蚊就買到，突然間而家可以一兩係去到3萬8，其實真係即係嚇親好多人啊！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個市場上咧亦都多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黃金投資工具嘅。不過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好有需要同大家講咧，其實實物黃金嘅嗰個價值咯。即係對好多人嚟講，其實覺得買嚿實物黃金好似好麻煩啦，仲有一個差價，即係好正常嘅諗法，就覺得咁樣唔抵喎咁樣。投資黃金嗰個熱潮其實係早於70年代之前已經係出現咗㗎啦，變咗好多人對黃金嘅了解，我覺得其實係唔係好深刻嘅。尤其咧就係即係一啲比較年輕一代啦，例如80後啊、90後或者甚至60後，佢哋喺嗰個年代其實都仲係好細個嘅啫。市場上咧有好多唔同嘅投資黃金嘅工具嘅，最常見嘅可能係紙黃金啊、黃金 ETF 啊。最近我見到有黃金代幣啊等等嘅，咁方便嘅咁多黃金嘅投資工具，點解唔去配置呢啲資產而要咁麻煩買嚿金，仲要擠喺保險箱或者係擠喺屋企？對黃金嘅呢個特性咧，我覺得係要有一個非常之深刻嘅了解嘅。第一就係喺大部分嘅資產入面，除咗物業啦係實物之外咧，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紙嘅一啲資產嚟嘅。股票係紙啦，債券都係紙啦。如果我哋將一部分嘅資產去擠喺黃金嗰度嘅，同樣係用一個紙嘅形式，本身就係冇充分咁樣利用到黃金嘅嗰個特性咯。世界嘅商品市場其實好大嘅，咁多種嘅商品入面咧，其實黃金有一個好大嘅優勢，佢係一種咧我哋唯一普通嘅散戶或者小投資者都可以用實物去持有嘅一個資產嚟嘅。咁你諗下，即係如果你話石油咁樣，咁你可唔可以交割攞一個實物嘅石油，即係自己揾個油庫裝起佢咧？其實唔得噶嘛。咁你話鋁得唔得咧？都好難嘅，因為嗰啲相對嚟講，佢哋嗰個重量或者個體積係好大啦，或者鐵啊、鐵礦石啊，你冇可能去投資，然後要求提取實貨嘅。大家唔好因為麻煩埋沒咗黃金嘅呢一個天然嘅優勢咯。另外仲有一樣咧好重要嘅嘢，就係市場上面好多投資黃金嘅工具咧，其實隱藏住好多唔知嘅風險嘅。以黃金 ETF 為例啦，只要你咧就細心去留意下裡面嘅一啲買賣條約嘅話，你都會發現咧，佢嘅提貨嘅門檻係好高嘅。以香港其中一隻比較大型嘅黃金 ETF 為例啦，你係要持有10萬股啊，你先有資格去提取嗰個實物嘅。以我睇到嘅嗰個價格等於1億啦，1億港元啊！投資呢一類 ETF 咧，其實等於同你買銀行嘅紙黃金，我覺得分別都唔係好大嘅，因為都係紙嚟啫嘛，其實係。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就係黃金 ETF 咧，佢嘅股價咧
同嗰個金價嘅升幅咧係有時係唔同嘅。以2024年為例啦，黃金全年大概升咗27%。睇翻香港最多人買嘅嗰隻黃金 ETF 啦，佢2024年嘅升幅咧只係24%嘅啫。大家就會好好奇，即係點解佢會即係同黃金嘅價格唔同嘅，唔係一樣嘅咩？其實喺呢個條款入面咧，其實都有清楚咁樣交代㗎啦，就係佢哋係會透過出售佢哋嘅黃金嚟支付嗰個 ETF 嘅管理費嘅。打算長期咁投資黃金嘅，你每年可能都係要損失一個黃金嘅嗰個持有量，俾咗嗰間 ETF 嘅公司。你覺得買黃金即係保險商要俾保險費，其實你買呢啲 ETF 你一樣係俾緊嘅，只不過就係話你唔係好覺，或者你可能你冇留意到嗰啲條款細節咁樣嘅啫，其實。不過對我嚟講，其實最大即係嗰個投資實物黃金同埋投資一啲紙質嘅或者係 paper， 即係網友經常都稱佢為枇杷膏，即係 paper 膏啦。即係兩者之間嗰個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嘢咧？就係呢啲 paper 膏咧，其實佢好多時咧佢就係掛鈎黃金市場嘅價格嘅。咁啊，最主要有兩個啦，紐約嘅期金 COMEX 啦，另一個就係倫敦嘅現貨金嘅。其實你又知唔知其實歷史上咧？呢一啲咁嘅交易所咧，其實曾係出現過停市嘅，所以就產生咗個問題啦。如果你投資喺呢一啲嘅 paper 膏入面，如果有一日因為各種嘅原因，個市場係關閉嘅，咁你嘅嗰啲嘅產品究竟個價值喺邊度咧？點樣計價法咧？呢一樣嘢係好多成長喺80年代或者係90年代，我哋呢一代嘅人咧，其實冇為意啊，因為我哋冇經歷過70年代、60年代，甚至更早期嘅一啲黃金嘅風暴嘅。黃金市場停市或者停止交易嘅，對好多人嚟講咧，就真係好難想像嘅。每日我都睇到金價㗎嘛，即係每日我哋都見到已經紐約期金每日都喺度交易嘅，倫敦現貨金亦都每日都喺度交易嘅。點解會停市咧？其實呢種情況咧喺1960年代咧係發生咗好幾次嘅。大家都知啦，喺1971年金本位解體之前咧，美元對黃金嗰個價格咧掛鈎咗嘅，每35美元咧就等於1盎司嘅黃金嘅。咁呢個係美國嘅官方價格嚟嘅。咁但係咧就黃金市場唔係淨係你美國有市場噶嘛，倫敦都有倫敦嘅金市，法國有法國嘅金市，倫敦金市咧當時咧就係用一個自由嘅買賣嘅方式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其實美國為咗援助歐洲啦，就推出一個叫馬歇爾計劃嘅。去到1964年嘅時候咧，美國咧又介入咗呢個越戰啊。逢係援助人同埋打仗都係要錢噶嘛，咁所以當時咧美國咧就發行咗好多嘅美元，咁大家就會開始質疑啦。35美金對1盎司嘅黃金嘅呢個掛鈎價頂唔頂得順㗎？其實美國嗰個美元嘅發行量已經係多過佢嘅黃金儲備好多啦喎，已經。咁所以咧就喺60年代咧就發生咗幾次嘅黃金嘅擠提嘅，大家對美元嘅信任出咗問題，咁所以咧好多人就係喺美國以外嘅黃金市場咧就係去炒埋呢個黃金，咁啊將嗰個黃金嘅價格咧就不斷咁推高，高過美國本身嘅嗰個官價。咁所以令到咧就係嗰啲金市咧冇辦法頂唔住啊，因為嗰啲金市例如話倫敦交易所咁樣，咁佢哋嘅黃金係有限噶嘛，黃金唔係好似股票咁樣，你想印幾多就幾多噶嘛，佢係要經過提煉啦，經過呢個挖掘啦、開礦啦等等，佢先可以提煉到黃金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就係有啲金市因為頂唔住咧就關閉咗啊！尤其係1968年嘅時候啊，嗰陣時就美國已經係打緊越戰，打咗好幾年㗎啦。有啲舊報紙我特登揾咗俾大家睇嘅，即係因為我覺得有時我哋就咁用口講，我哋係好難去感受當年嘅嗰個黃金熱潮究竟係咩一回事嘅。喺1968年嘅3月嘅16號啦。咁啊，新加坡政府咧，因為黃金嗰個熱潮啊，波及咗台北，波及咗星洲即係新加坡啦，交易所都冇足夠嘅黃金去支付嘅，政府直情係將黃金嘅交易係停止咗嘅。
咁另外咧，我哋又可以再睇下啦，40噸黃金急運巴黎，美國穩定金市，要鞏固美元嘅地位。同樣嘅情況亦都係啦，因為當時咧就係法國嘅金市咧就係嗰個黃金嘅熱潮係非常之犀利嘅，嗰個金市咧佢自己都唔夠黃金去應對嗰個買賣嘅，所以美國咧就要嗱臨咧就係運咗40噸嘅黃金去巴黎就係穩定嗰個金市嘅。咁另外咧，我哋又可以再睇下啦。另外一則咧都係1968年嘅3月31號嘅。咁啊，英倫銀行頒布咗新嘅規章，就控制倫敦金市，禁止期貨買賣，即係將黃金期貨買賣咧就係終止咗。當時嗰個黃金嘅嗰個搶購風潮咧，究竟有幾癲咧？其實我哋可以從另外一則新聞可以睇到，都係1968年嘅3月15號嘅。咁當時咧，其實就係香港嘅金市啦，就係每兩黃金開市嘅時候咧，每兩咧就係304蚊嘅。咁其後就一路飆升到329蚊嘅。有啲人就會諗，唔係好多啫，咁都係飆咗大概係25蚊啫。其實25蚊喺當年嘅嗰個數目係好犀利㗎啦。即係當年香港人嘅人工係幾多咧？即係我喺網上都揾咗啲資料，因為我都唔係成長喺嗰個年代嘅。1964年啦，喺呢個中環做一個電器學徒，個月薪係30蚊。1967年咧，喺工廠做工人咧，每個月嘅人工大概係100蚊至到150蚊一個月喎，月薪係100蚊嘅啫喎。當時嘅金市一日裡面嘅升幅已經係25蚊啦。25蚊相對100蚊，即係一個工人嘅月薪已經等於1/4月薪。你諗下，如果你喺香港，你而家一日裡面黃金嘅升幅已經係等於你1/4人工，可想而知嘅嗰個金市，即係嗰個黃金嘅熱潮係幾咁犀利啊！當年迫使到有一啲嘅交易所咧，最後咧係要停止交易嘅。即係或者大家會覺得，哇，都大半世紀前啦，有冇機會再發生啊？我哋將資產配置喺黃金，我最主要就想防範一啲我哋根本冇超越我哋想像嘅風險啊嘛。過去呢幾年一啲社會嘅巨變，例如疫情啦，我哋從來冇諗過世界會咁樣停頓。又例如俄烏戰爭，你冇諗過打極都打唔完嘅咧。特朗普當選啦，都係超乎好多人嘅想像。交易所就係只係一間交易所，交易所唔係交易所後面就有一個好巨型嘅金礦，任佢攞任佢掘，唔係咁樣樣噶嘛。交易所都係有黃金嘅數量，亦都係有限嘅。當個世界局勢係非常之唔太平，如果引起咗好多人去提取實物黃金，會唔會有一日包括呢個COMEX 啦、倫敦金啦等等，佢哋都係唔夠實物黃金供應而要停止交易咧？如果咁嘅情況出現嘅話咧，枇杷膏佢可以係一夜之間可能係失去價值。當我哋諗到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哋就會 sense 到其實以實物黃金嘅形式嚟持有係非常之重要。咁可能大家會有個疑問啦，即係如果60年代嘅時候，當個倫敦金交易所、期貨交易所關閉嘅時候，個實物黃金點樣計價咧？其實黃金呢一個資產係非常之特別嘅，就因為佢咧基本上係人類幾千年嚟都不斷係攞嚟做貨幣嘅一個資產。咁喺世界上佢都有個好獨特嘅特性，就係經過幾千年嘅挖掘，其實黃金嘅嗰個分佈係非常之廣泛同埋平均嘅。政府要禁止黃金交易嘅話咧，其實好難完全咁樣去禁止嘅。我舉個例子啊，例如話香港1948年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跟隨咗英國咧，就係咧禁止咗即係嗰個黃金嘅交易。當時嘅香港咧就出現咗叫做茄金市場嘅。咩叫茄金市場咧？就係啲金商咧就將嗰個黃金嘅成色降低，咁啊降到幾多咧？就降到咧就係94.5嘅。咁樣佢就冇犯法啦。黃金呢種商品嘅特性就係佢可以隨時將佢係溶咗佢嘅，製造成唔同成色嘅金價。佢點樣參考咧？咁你唔會全世界所有金市全部停噶嘛？英國金市停啫，印度嘅金市未必停噶喎。唔同嘅地方嘅金價係可以互相參考嘅。所以你話一個政府，就算你幾強大，你都係冇可能係控制晒所有金市嘅運作。你可以 close 自己嘅金市，但係你 close 唔到人哋國家嘅金市。
一個長期嘅投資嚟計啦，我就始終都覺得咧，就係即係大家都係要將個主力係真係實物黃金嘅。如果當你黃金資產呢個佔比唔係太高，例如話只係佔你資產10%，我覺得係更加緊要，就係要將呢啲資產係真係實物黃金嗰度。因為咧，我哋可以從歷史睇到，當一啲系統性嘅風險出現，好似60、70年代嘅美元危機，黃金市場嘅熾熱程度咧係可以超乎你想象。呢啲交易所咧可能因為巨量嘅擠提咧而停止運作、停止交易嘅。如果呢樣嘢係將來發生，而你持有嘅全部都係琵琶膏，咁就有機會唔能夠從嗰個黃金牛市裏面咧得到任何好處嘅，同埋財富增值嘅，咁就非常之可惜啦。呢幾年金價升咗咁多，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反映咗市場對一啲系統性風險嘅憂慮，好似美債嘅問題啊、美元嘅問題啊等等嘅。所以我哋選擇黃金投資工具嘅時候咧，係要非常之小心嘅，一定要多啲睇歷史，多啲睇過去。其實喺我角度嚟講咧，呢一啲嘅 paper gold 或者紙黃金啊，或者黃金 ETF 啊，又唔係完全冇佢嘅作用嘅嗱，因為黃金係24小時交易㗎，好多時個金價嘅波動亦都好大嘅。當金價跌咗，我哋覺得個價格合適喎，我哋想入嘅時候，唔係話即刻可以去銀行買到實金㗎嘛。呢個時候呢一啲嘅黃金嘅 paper gold 啦，先買咗佢落嚟先，咁你咪可以做到一個就係鎖定嘅價格嘅功能咯。呢集咧就講住咁多啦。咁如果你係中意我哋嘅內容，或者係睇開我哋嘅網站啊，睇開我哋嘅網誌嘅，咁啊歡迎你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嚟緊咧，我哋就會同你分享更多嘅內容嘅。